如果你用呢個 social media 去盈利，或者係接 product 去交線稿，或者係去做一啲宣傳嘅嘢，去，因為你仲係我嘅演員，你自己喺度 post 嘅嗰啲內容，一定會包括啲乜嘢咧？就哎呀，今日我係乜太啊，然後咧我着一套泳衣啊，咁咧我自己私伙㗎，我嚟做咩啊？我嚟拍呢一個愛仆街啊咁樣。又或者係哇！呢一場咧就係我喺吊雞啊，我要吊高100尺啊，然後咧着住個爬山網，擠成個春袋出嚟啊咁樣，影嗰張相嗰陣，呢個春袋幾大啊咁樣。好啦，你用公司嘅資源去做呢啲內容，以一張相為例，裏邊嗰個吊雞車啊，後邊嗰啲咁嘅佈景啊，你着嗰套爬山網啊，除咗你擠出嚟嗰個春袋之外，你身上着嘅戲服都係 TVB 嘅。呢一個咁嘅畫面，呢個啲咩內容啊？喺個畫面裏邊，除咗你個春袋同埋嗰套戲服裏邊嘅嗰個肉身唔係 TVB 嘅之外，有邊一樣嘢唔係 TVB 嘅咧？你攞咗 TVB 呢啲咁嘅道具啊、架撐啊，成為你呢個社交平台裏邊嘅內容，嚟藉此吸引咗人嚟睇，令到呢一個 social media 符合盈利資格。咁喺呢一下，呢一個咁嘅 social media 仲係唔係你個人嘅財產或者你個人嘅嘢咧？唔係喎，係因為你喺呢一刻，你決定 post 呢啲咁樣同工作有關或者 TVB 賦予俾你嘅呢啲咁嘅畫面啊、道具啊、陳設嘅時候，你已經唔係將呢一個 social media 當成你個人暴露嘅工具，你係濫用緊，你係盜用緊 TVB 嘅資源去製造一啲吸引到人哋嘅畫面或者相片，你自己作弊先嘅，你公器私用先嘅。